来看到外送平台，互人创治乌白变。台北市内一间饲囡仔的餐厅，这个月7号接到一条订单，注文40份的水饺、40碗的番麦汤，也佫有40杯红茶，拢总8500块。无疑5点头，当咧做饮料的时，接到外送平台通知，讲这是甲人创治的订单。经据了解，订餐的客户迄一天才拄开通户头，一概拢总注文7间餐厅，拢是西装显领，讲话袂影。外送平台嘛讲会付这顿钱做赔偿，嘛会锁定恶质的户头，取消因送货卡扣付钱的权利。我没有看错吧？40份嘞。中昼食饭时间，台北市内的这间亲子餐厅，雄雄接到一张40份餐点的订单。40份浓汤，等一下应该是够吧？雄雄接到这么大张的订单，服店员拢无闲到要死，有人听红茶，有人紧叫货，想袂到才做到一半，煞收到这个消息。客服他打来就跟我们说，这是一张恶作剧的订单。那我们就说，恶作剧的订单，他只这样讲，就请我们停止在制作。头家娘少生气的，开店开7年外，头一摆拄到这种代志，赶紧打电话互外送平台问好清楚。根据了解，这个恶质的客户是伫这个月7号早起建立一个外送平台用户，刷落来甲7间餐厅注文，煞拢唔退货。上尾第7间，也就是这间亲子餐厅，1点40份水饺、40杯红茶、甲40碗番麦鸡汤，拢总超爱8500块，尾啊全部拢歪滴。我们觉得很生气，那我们当下其实很错愕，不知道食物怎么办。那我们是有PO到在地的社团，然后就是分散给有需要的人。就惊做出来无人食，会讨济气，尾啊头家就送互厝边头尾食。外送平台嘛讲，外送员甲餐厅应该赚的钱会互因，袂互因了钱。未来嘛会取消这个客户汇到才付钱的权利，改用信用卡来结销。不过对方若是佮申请一个新的用户，同款的代志，恐惊嘛是有可能会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